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愛嬰醫院呢？愛嬰醫院嘅服務目的係支援媽媽喺婦產科設施入面餵哺母乳。愛嬰醫院行動係由世界衛生組織同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起，佢哋鼓勵全球醫院實踐成功母乳餵哺10項指引。醫院只要根據指引提升服務標準，就可以獲認證成為愛嬰醫院。呢個行動實行咗好多年，咁究竟有咩成果呢？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嘅團隊綜合咗唔同國家嘅研究，發現愛嬰醫院真係對母乳餵哺有正面嘅影響㗎。點樣得出呢個結論嘅呢？研究觀察咗3組寶寶，包括3個月或以下、3至6個月同埋6個月以上，然後比較佢哋嘅全母乳餵哺率，即係有幾多寶寶淨係用母乳餵哺。結果發現，無論係3個月或以下，定係3至6個月喺愛嬰醫院出世嘅寶寶，更大機會得到全母乳餵哺。除咗全母乳餵哺率，研究亦都比較咗寶寶嘅任何母乳餵哺率。任何母乳餵哺率包括以全母乳餵哺嘅寶寶，有餵哺母乳，同時有添加奶粉或者固體食物嘅寶寶。研究發現，無論係3個月或以下、3至6個月，定係6個月以上喺愛嬰醫院出世嘅寶寶，任何母乳餵哺率都比較高，所以愛嬰醫院真係對母乳餵哺有正面嘅影響㗎。頭先提到，一間醫院要實踐成功母乳餵哺10項指引，先可以成為愛嬰醫院。不過，有啲醫院就算唔能夠一次過實施晒所有指引，或者只係實行到部分，例如接受愛嬰醫院行動培訓，都同較高嘅全母乳餵哺率有關。研究仲發現，有唔同嘅因素影響愛嬰醫院嘅成效，其中一個因素係獲得愛嬰醫院認證嘅年數。獲認證時間較長嘅醫院，遵從指引嘅程度傾向較高。不過，遵從嘅程度可能會隨住時間下跌，所以需要持續嘅支援同埋監察。而獲得認證嘅過程可以有效改善母乳餵哺嘅成果。愛嬰醫院行動對母乳餵哺成果有正面嘅影響，希望有更多醫院響應呢個行動，一齊支持媽媽餵哺母乳。